老师，你给他扣嘞。扣嘞。嘿，我说很雷啊。我说很雷啊。我要吃啥？我嘛唔知你要接啥。一个足晦气的意思。足晦气，是安尼吗？很雷，毋是一个足无好的讲法，干嘛呢？就踩到地的讲法。唔是讲人什么讲什么，然后迄个甲剧情先讲，就叫做爆雷，是唔讲迄意思？哦，迄是爆嘞。爆雷。啊，很雷，很雷。很雷是无好的啊。譬如讲食到一个餐厅，啊，踩到地雷，无好食呢。是安尼吗？嘛是雷啊。是安尼吗？老师，无可靠的所在咧，无代无志，做件代志，雄雄去安去互雷讲着安尼，所以讲你不靠谱啦，不靠谱讲你这很雷，就讲你这朋友可能是啥普通空的啦。哦。像你好朋友安尼。垃圾垃圾，哎呀，哎，垃圾的所在，垃圾。吼，这条你也知啊？我比你较少年，你讲袂记记。哎呦。好来，老师卡落来。我说暖男呐，就是讲一个足甘心的查甫，足甘心的查甫，嘿，查甫，足甘心，足贴心的，大心，足大差心的查不多这意思甫，哈，会过啦，会过，嘿你袂歹呢。我说暖男呐，足甘心，足大心的查甫，所以，我说渣男呐，我讲垃圾人啊。可以哦。有经验啊。讲家己啊，讲家己安尼，我唔是，我是讲我朋友，我朋友，歹朋友。过来这条不太适合雅雅。哦，我说肉食女啊，我讲爱食肉的查某囡仔。你还讲我讲硬啊？这应该不是讲爱食肉的查某囡仔吧？啊，肉食女什么意思？看到查甫就痛，哎，对啊，看到查甫就痛的查某囡仔。啊，为你讲到这个痛，那是偌恐怖的事。哎呀，肉食女你了解痛的意思吗？就是很欢喜，冻袂掉。这点你好啊，解释。这不是咧教歹囡仔做事，老师，你唔敢讲。你是受到啥？律师女吼，这是较为日本传出来的名词啦。哦，就是讲这个企业家，女性企业家为了事业拢伊咧无用，毋过有伫生理场拍拼官司吼，若看到假伊吼，随甲撞过，无考虑别人，或者啥有种狼性，狼性，龙啦。野龙爱食肉，所以叫律师女安尼。哦，不过这其实嘛当用咱台语另外一个意思，叫叫这查某人真欠卡。哦，这棒欠卡。他是意思较好听啦。不过吼欠卡吼，而且嘛爱甲各位听众朋友小解说一下。以前讲欠卡无好啦，其实吼，若讲查甫就工作好，啊，讲查某就无好。像讲吼，长辈威风，长某就下周公。骗小的囡仔拢恁两个生来差济对毋对？因为早男尊女卑这种社会观念是毋对的啦。重男轻女，重男轻女这样毋好。所以欠卡嘛是讲这个查某人做牛啊，莫讲口舌。是。啊，关于拄仔你讲这个痛字，我来解释就是这畅通的畅，这个的痛。即吼，咱在用真正经的这个这个态度来解释，这个男女之间在做欢喜的代志时，这叫做痛。哦，真的吗？是哦，真正。我这个意思哦，你真欢喜哦。不是，我就是讲是，你有讲有经验哦。你甲拉掉双筋啊，甲拉掉。每几回拢无要紧，这是真正确的。如果这条唔免经过请教老师，我安尼讲对不对？对对。对。碰个，安尼我想要问啊，讲行敢会使？行是你，行是介意欢喜爱做迄样代志，但是完成叫跳。哦，哎呀，大家做差不多了哈。啊，老师卡落去。哎，我说直播啊，我讲直接播出，我讲直接播出，直接播出，直接录影播出。这是现代书了哈。直接这是直播，碰上。
哎，碰上，就是放送啊，把这新闻放送出去。咱赢韩国7-0，大家跟他放送出去安尼。所以讲的来，大家拢接袂完，拢伊讲吼7-0安尼嘿。啊，毋过直播有即摆就是现场，现场放送啊不，，你讲现场放送。现场放送1、2、3，我说直播啊。我讲现场放送，对，1、2、3，我说矫情啊，我讲你莫个假啊，哦，袂歹哦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你莫个假。是哦应，该是这意思啊。你无看伊拢会甲你认啊，伊配合你意思安尼甲表安尼真好啊，莫个假啊。嘿你伫恁厝对恁翁讲完呢？哦，毋敢。我咧外口是大家拢叫是我是母老虎，结果结果我咧厝是小野猫。大家拢安尼啦，拢安尼喵啦。喵喵。 1、2、3，我说你不要塑胶我啊。 Hello， 我伫遮。哈喽，我伫遮。系啊。Hello， 我伫遮。Hello， 你敢有看？我伫遮。安尼倒会起来吗？倒会起来啊，因为你不要塑胶我的意思。嘿，迄意思就是讲，你感觉看我无感，看我啊，当作是无看到。哦，当做我塑胶。嘿，咱塑胶袋啊，塑胶塑胶袋。塑胶袋，太多音了，塑胶袋，塑胶啊，塑胶啊，塑胶啊，安尼。哦哦，。无注意我。对，这少年来话吼，咱安尼知影就好啊。伊这伊能听话。嘿，所以我若是甲我翁冤家，你莫塑胶啊，就是 Hello， 我伫遮 ，OK，Hello。你莫甲恁翁安尼讲，你莫当做塑胶的。系啊，我讲搁咧拍电动迄些倒粪扫的几点啊呀哦。哎，你讲这句 Hello， 正确的，敢听？就是安尼用的，莫塑胶啊，好无？我即摆了解你是安尼烧声。就是安尼最好用的。你毋是感冒。你拄仔讲是讲你爱当我有存在嘛？嘿台语要正确要安尼讲是讲，你无甲我放在眼内，你若看我无点。哎，看我无嘿啦点。我无点。哦。